各位总坛师，各位大军，大家好。今日就是特别欢迎书店，以及咱全人在这个领导安排，到今日这个发会，那么和我宣授全人的资料，要来咱们各位来探讨，到底伫目前千门万道计划的时阵，到底是宏观经营正当的法律的地位。那么第二点，也来和咱各位来探讨，就是讲咱一贯的思想到底是对。第三点，也来咱各位来报告，到底咱一贯地主将来伊的基础如果是在对位，所以咱这个题目这个迈向快乐的意义的家庭因这个题目，咱就咱头尾报告第三点，大家明清出来。就是讲一贯地主将来拢是对你的灌输，地主将来伊的基础如果是在对位，所以咱这个题目叫做迈向快乐的意义的家庭因这个题目，咱就咱头尾报告第三点，大家明清出来就是讲一贯地主将来拢是对你的灌输，那么为什么一贯地主将来对这个米的灌输呢？当然要伊的因缘，甲伊的主要理由。那么头拄来讲，现在是这个千门万道计划的时阵，每一个法门拢是讲伊是正宗，每一个法门拢讲伊是殊胜，但是有当提出经济出来无？有当是真明确，初佛到二佛，二佛要到三佛。伊这个传承的证据提出来无？拢是家己安尼，家己自称讲家己是啥物组啥物组安尼，家己是啥物所以今仔日咱一贯真理天道绝对是各位互咱有信心，因为这伫咧佛中记载2500年前，伫这个二佛甲三佛伊的交接，这个所在就用得起这个所在就伫墓顶受记，就已经甲伊受付2500年的代志所以这绝对咱就站得住脚所以今仔日这个迈向快乐米的家庭要来向咱各位来报告第一点就是天命传承米的英文天命来传承米的英文。那么伊其他有真侪这个外来对咱无了解的人，听讲咱一贯的祖师是米的佛，那么咧伊就开始来提了米的下生经。一句话来讲，伊讲你的是56亿7,000万年后，才下阎浮提度众生。所以，即摆来讲，你的英文是错误，但是咧，今仔咱毋是要甲伊相请，嘛毋是要甲伊辩，咱是只有要来肯定咱家己，希望咱家己顿时听到即句话，咱莫确实的明白，你的上生经记载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讲咧，这释条的入了后。马上归你的多数，你的多数偌久？多数50亿7,000万年，咱才个是你的下阎浮提度众生，也毋是讲50亿7,000万年后，你的祖师来度咱。所以讲这个论调的人，伊是家己看得无真清楚，所以咱绝对站得住脚就是讲咧。
景物老街，我们不用上来，有景物老街。到这里市场，南昆的车。
再后面。班内底有这个养生之道、用心级的，我们遮咱的名誉性的，甲咱迄个陈老师哦，我看到伊咧，就感受到伊一个健康的迄种气息吼，咱真正对用心级的有研究，所以呢，伊的身体非常的好，而且呢，搁面带笑容，而且搁非常的慈祥。那么呢，咱现在呢，咱等下呢，就要请伊来甲咱准备着用心级的，咱拢知，咱伫咱修道过程当中，拢爱借假修真，所以讲呢，咱一定爱甲咱这个假培养好好，咱才真正有体力，后来去修持咱灵命的真正哦。所以讲呢，咱身体嘛爱培养好好，因为伊呢，咱拢是在座拢是老菩萨啦，然后。刚好我听咱班长来说的昨天听伊讲啦，伊讲吼，只妈妈，咱40岁以前呢是咱咧欺负咱的身体，那么咱40岁以后呢是身体咧欺负咱，哦啊好康的，深深的感受，真正有影，因为吼我已经40岁以上啊吼，将近咧50岁啊，所以吼我嘛感受着讲，吼我最近呢即个肉体方面呢嘛是有欠一点啊吼，人讲会讲。是业力还是安怎？有时啊是万一感冒啊，万一手法，所以讲呢，我嘛深深感受着讲，咱身体，咱若无即个假呢，自信就当替天行的代天宣吼。所以讲呢，咱点啊师们，甲咱建议，咱今年呢，非常的慈悲，安排着咱这个用心记得的课。啊，
因为呢，咱的课程是1:30分开始，所以呢，咱陈老师已经来做咱的经理室啦吼。咱就认真，甲咱精神养好，等下呢，甲咱耳筒注意听吼。因为咱陈老师呢，伊非常的慈悲，伊讲吼，伊台语袂讲做练转啦吼，因为伊大部分拢讲国语，所以呢，伊伫咧讲解中间呢，可能咱讲会讲，可能咧讲这台语袂较流利。讲伊差不多台语安尼讲，但是了爱注意听。然后讲吼，迄半只白来台语吼，我嘛，咱若注意甲听，我就是会做有趣味的对啦吼，做趣味的，只要咱认真听吼。相信咱每一个老菩萨呢，拢会用真心真正用咱的精神，用着咱的提起着咱的精神呢，来家己聆听，较袂枉费着咱前日复前日，甲过一点万出因的安排。特别鼓舞着咱陈老师，伊利用着这2半钟的时间呢，来甲咱做一个用心积德的慈悲。那么来，咱现在咱先甲心静落来吼，咱来点半呢，咱就要开始着咱的用心积德的慈悲。所以呢，咱先请着咱就周明本讲师呢，来甲咱介绍着咱陈老师，咱以热烈掌声来鼓励咱，欢迎咱周明本讲师来。差不多，请起立。向讲师一鞠躬，坤道鞠躬。各位前贤请坐。那么注意见来宾大家午安。咱今日咱真荣幸呢，咱请咱的养生之道内底呢。咱陈老师要来甲咱讲，咱的一寡对于咱平常时的养生的方法。当然有当时咱老菩萨难免咧记即个物件会较歹记，因为每一位呢，医生来到遮会提供咱足侪较实际的方法。毋过咱咧记呢，往往行拢会记较袂牢。所以呢，咱即马以后呢，拢加减减，拢有当时爱安排时间，安排一点时间，私底下看讲，咱实际上身躯需要安怎落来保养，还是安怎落来治疗？咱若真正有实际上的需要，咱的陈老师，也是咱医生讲完的时阵，拢都有安排一寡时间来互咱问。所以今仔日安排的时间，咱陈老师伊咧讲，伊是讲到2点半，讲到3点。伊的时间会当到4点半就爱离开因为伊5点爱去电台，搁甲讲课。所以呢，今仔日咱的时间，咱把握好，3点到4点半，咱个人有啥物问题，要请教咱陈老师，也是咧讲课的过程当中，咱感觉对答，要请教咱陈老师的，咱伫后壁这个所在一条遮，咱尽量家己来问。若一般咧上课的时阵，陈老师咧讲，咱就尽量莫问，互伊尽量会当去讲，因为伊的时间无济。等到3点到4点半这段当中，咱若感觉个人有需要，咱再来后壁遐问。所以陈老师当伊是一个
在养生方面，在保健方面，真有讲究，徐老师。所以伫这个部分，这边遮伊有真侪的意见，真侪的看法，你甲咱共同来研究，所以呢，咱下当的话，咱为着咱家己的身体。